在台东池上太埔山区的烘焙度有一间可以为半个世纪的手工豆腐皮店。因为的产品贵简单，如是豆嫩、豆腐花、豆腐皮，杀过许多当地民众、民宿韩国饭店业者的中意。更加很本人认为是去池上了，听说要去拜访的店没有？看下来认识一间为50年来的老店没？豆皮哈，它这个豆花这个地方是以传统的哈，传统的方式来做，它就把它打成豆。本店店前呢，池上太不出，认真研学来到业，变做动脑业。接着那边安排了一边看呐，豆腐皮用来做味，让一些游客来体验到，这个你吃的豆皮跟那个豆包是怎么来的？位于店前烘焙度的豆腐皮工厂。喺台东唯一一間做豆腐皮、豆包嘅工廠，行業工廠度順通大量嘅蔬菜，每到上切豆腐皮工廠冇愛燒柴油，貴燒蔬菜，沙以外嘅本日到豆製品都係一系列唔同樣嘅風味，消費者行個好。夾豆包吼真材實料啦，真好食，唔好又鮮，我去高雄吼，我先去買轉去吼煎了一隻鮮，還冇好食。其他吼就軟就好食。豆冇按數到人客嘅喜歡，不過真可惜，豆價真緊冇，對豆製品其實已成本。一直到周邊嘅時節，真體擺名到食到黃豆會做嘅東西。就安尼做餅家吼，那專攻派我去做對金門家吼，派我去做管理那個服飾語言就家長有名高頭的呢。本來對台灣咪很陌生的啦。冇想到周邊學嘅建議，退伍過後，三變咗按創業嘅落實嘅講起。本單帶啲苗啲三叉好嘅正經模，靠近到強體按多，做生意慳頭，冇辦法成法，故所使到台東來落實。後尾嘅吼就有自信嘅吼，就過來同阿爸，從下過來一片東部一個。台東池上遐裡吼，最近下人家落腳嘅地點，就開始因為小規模，當時做出來冇人食，看喺乜嘅，食一定也食唔得，人咩唔抵啦。不過啲民國唔能言退，乜嘅人都豆腐皮，當天人根本唔抵，亦唔好。故所真看業嘅時節，做豆腐皮根本冇辦法做主業。剛冇做按多，一講無嘅天天，剛吼。做較少，甲人較唔曉得出豆皮咩，無按多人會買，個加又有血煮嘅，有種羊骨，多嚼精營啊安尼，敢若做豆皮是真法唔過啦。一認真，正經冇請學會做豆腐皮，故所黃豆會打造呢，做出一批批嘅豆腐皮以外，根本唔識試過你做其他附加產品，一直到越來越多人以後識，佢哋會靠做嘅調嫩過後。真發現到，原來豆腐皮工廠也做嚟做無同樣嘅經驗。佢都很保守啊，都做本學校嘅幼稚班啦、托兒所嘅安尼，食點心嘅，就小型嘅，家庭使用嘅。除咗豆腐皮調嫩以外，其他豆製品佢哋根本唔曉得。故所兩公婆萬難以拜託其他店家，教佢哋一樣嚟做。過後自家到工廠度一邊又邊自家做看啊。做多年嘅經驗啊，按自家研究，都研做啊，研做看用嘅較好食，用嘅將拄好硬、拄好軟安尼，就做千多擺啦，都研識之前做嘅攏係較硬啦。做無啦，嫩都錯嘅啦，個下後我哋做研究。一方面就有3-4方啊，加白嘅做豆包啦，嫩豆包還嗰種就按太涼嘅3個來，嗰種有人講腐竹太有人講腐竹，一條就講豆皮啦，嗰也滾圓條嘅
嗰片做跳槽，哦，即係偷巢。跳槽，也個洗跳槽，也做產粉蟲嘅樣嘅安尼，數字按太條嘅。專業意思等松樹，熱氣漂地挑嫩蛋糕一層膜，又窄又大，從泡到盤，就算同樣係挑紙片，則變化出各種唔同樣口感。調解藥也啲做挑包嘅時節，都表現一系列考試。所以你個剪它中間嘅人係會剪，讓我全磨下嘛。因為堅持當要現做，按多年來，時尚居民也當喜歡。呢度帶啲霹靂裝頭嘅後生人，特別轉到故鄉，更加想食看下，也記咗好食嘅東西。這個130，然後這個80，210。都大家有許多好食人都會來買啊！我到廠呢，就即後生嘅在內全部嘛來買啦。你是阿姨啊？好，要送豆包去市場了。就算挑嫩挑包也掉，就搶買幾個元天天。不過天花係講一響，兩公婆還係想辦法來送貨。總共薄利多銷，搶有按樣怎做來維持下去？有時候都固定，都叫他送固定的，哎。每天還是？一個禮拜大概2天3天，不一定啦。這個豆漿120，然後豆包100，這個2股130，130、100、120，那全部多少？250。好多人客愛買，打電話人就來外送啊，係啊，從民宿嘅挑嫩都買外送去。你冇遇到錢天天啊？其實係啊，就是服務啊。按貼心嘅服務，東西好食又便宜。只上一間豆腐皮工廠，天天呢老闆人也啲嘅，還有越來越多嘅觀光客來參觀來租活。因為按樣，一間30平邊嘅廠房，就算國家40人，從打造3點3無限多棟數，31億人來應付按多嘅訂單。總講豆腐皮愛好食。意思咧就係用手做嘅，佢啊做係一種嘅傳統行業啦。佢啊嘅以前做上嘅做嘅是係直接落大下售貨嘅啦。啊，今日做改良式嘅用蒸汽啊，所以佢啊按蒸汽較強嘅，要傾較夾盤啦，吼，較夾成熟吼。啊，就愛用手工這樣提供，奈畫得，奈畫唔得，安尼啊。那機器也是，佢個細格的啊，用刺痛法吼來畫吼，較就冇適合。尤其係挑嫩煮滾過後，表面都會起泡，會影響挑嫩乾出膜嘅。正經冇堅持，我推竹蘭來，唔興加任何嘅化學嘅藥劑來加劇生產嘅速度。本來要燒泡劑，滅泡嘅。滅泡劑，本來要按呢東西，用來就一挑嫩點較有標，我用幾百個我就唔敢夠用下去。做完了。用也是的化學嘅東西用嘅就對人體較唔好。按多年來，其實人生正經冇開始陸續到豆腐皮工廠嘅經驗，專門拉一流新橋來負責。不過，喺呢擺兩公婆。三唔希望同一間店嘅搞到第3台嘅數學。我是較無希望傳，也千無限，攏愛定天數啊！做我老公其實人說嚇天數好做創啊！我希望講孫嘅喺讀書讀較歪，嚇去上班較樣，啊那無法度讀書讀唔來去學數語啊，做培養啦。漂定以來嘅小氣破啲呢，希望嘅日頭走下來，豆皮天天呢乾出來，當有營養嘅黃豆嘅。喺整豐年嘅松樹下，變做各種又軟又嫩好食嘅豆製品。一間傳統豆腐皮店，認真觀光嘅風氣，天天嘅變做旅行天才意嘅素材。不過無變嘅係堅持愛手工做，留熱心嘅服務。